有关这个总统大选的民调，台湾民意基金会顶礼拜所公布一份民调，赖清德的支持度是高达43%，但是侯友宜只有13.6%，那是三卡都排第3名，而且是输瓜问题输一大半，这是互国民党相当的不满。朱立伦是大大来批评，讲这个取样抽样有问题。侯友宜竞选办公室嘛找来着学者。点出着关键来反驳这份的民调。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良嘛要开记者会来澄清背后。讲到咖啡也未领导破心，郭台铭宣布参选，恐惊若互在野出现困境，卖牵连规个大选的板块。尤其排老三的侯友宜，顶礼拜台湾民意基金会民调，讲有13.6%是真不利。我认为这非常可笑啊！游盈隆找了一堆理由来正当化、合理化他的民调结果。我告诉大家，这不需要外星人。只要正常人都知道这个民调的 ABC。侯友宜竞选办公室大动作反击，因为同一时间被国家民调、美丽岛电子报、ETtoday 侯友宜拢超车郭文哲，连团问侯友宜嘛敢输郭文哲3%，颠倒台湾民意基金会赖清德关尾43%，侯友宜讲有13%，那到底嘛输郭文哲的一半。也应该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数据的对话。这样子跑出来，大家可能比较心甘情愿。学者分析，民调唔敢看单一机构，该讲求符合整体趋势。某学者讲，这份民调低北，因为对侯友宜、郭文哲两人无啥偏帮。它比较有助于建构赖清德作为一个候选人的一个主场的一个优势，而使比较挺侯的受访者，他不愿意再去回答这份问卷。对民调走进的指控，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良嘛要召开记者会澄清说明，今嘛当时战局的关键时期，各方阵营都无想要用数字输给敌情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